介紹翻呢架係新加坡的士，但係入邊冇司機嘅，靠嘅係電動車入邊嘅全自動化導航，帶乘客去目的地。近排仲落埋地試添㗎啦，很舒服，很興奮啊！不同的感覺，對於我們顧客啊幫助很大。唔夠電啊，即得自己翻廠叉電。當然啦，仲有其他技術問題嘅，所以而家咪測試緊咯。收集完乘客嘅數據之後，有望18年正式推出啊！叔叔啊，唔係拋緊精靈球啊，呢粒係有利球嚟嘅。遇水之後會慢慢融化，釋放出魚油獨特嘅氣味同氣泡聲，引啲魚埋嚟，方便各位釣友釣魚。一粒用到個幾鐘頭㗎，仲有唔同嘅款式，吸引各種嘅魚類添噃。方便行山人士拎嘢嗰陣唔使除袋，呢個背囊只要撳一個掣呢，就可以轉個大腰包上前噶啦，啱晒嚟擺相機、鏡頭同埋釣魚用具。有興趣嘅記入篇文上官網買啦。換生活樂科技 Unwired HK。